到底是意外不小心，还是故意炒作？日本一名写真女星日前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性感自拍照，但后方却出现一名全裸男子，还疑似露出下体，引起不少网友讨论。日本写真女星原小百合26日在推特分享自己的性感自拍照，只见她躺在床上，全身仅穿着内衣裤，还摆出多种性感撩人的姿势，不吝啬自己的好身材。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他拍照的地点疑似是在爱情宾馆，其中一张照片中，他脸颊泛红，后方还站着一名全裸男子。虽然有打马赛克，但仍能看出某部位黑黑的，疑似露出下体，也让网友好奇询问为什么好像有看到裸男出现，是跟男人一起去的吗？有啪啪啪吗？对于网友们的猜测，他没有做出正面回应，只是在底下留言回复不要在意，那只是幻象而已，至于是在哪边跟谁，就让大家自由想象咯。但这种回应也让网友们认为，他只是为了要宣传即将推出的写真 DVD， 故意在炒作话题。